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咱生活中常常用会到，这个就是红。这个红就是白音，古早基本的五色就是黄、红、青、白、乌。这个红就是赤色的意思，红代表喜气好运。若是讲一个人真红，代表讲伊当咧行大运；若是讲一件代志真红，代表即马当冲当时行。若是讲到食红，这个红代表是利顺，本红就是本红利。若是有趁钱，互看到人一丝仔好处，咱就讲是食红。这个文音读作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作红公公，这是形容讲有偌尔啊红，咱嘛会当讲红拍拍、红记记。譬如讲面啊红公公，皮肤红公公。第二个词咱读作红目，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人因为目睭有镜头变做红记记。另外红目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目睭会当讲目孔赤，也佫有擦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。甲这两个词夹做伙，譬如讲，囡仔看到人咧扮灵影，伊嘛目红，想要去扮看卖，结果目睭刷去营业，规个目睭红公公。今日小解这一字红，另外文音读作红，提供互带来参考。